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8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篇，以赛亚书24章14节到23节，路加福音12章41节到4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忠实。圣经时常讲到上帝是信实的。这嘛是世间人所期待上帝的特质。当以色列人离开上帝道路了后，因拄着困难、受掠，但是因总是祈祷上帝求主的保守。信实的上帝时常出现伫因的祈祷的中间。咱看见约拿伫约拿书2章第8节到第9节的祈祷的中间，提到着拜偶像的人，拢已经放弃了家己的忠信。伊祈祷安尼甲上帝讲，救恩只有对上主来的。这个诗是约拿伫这个鱼仔的腹肚内底的祈祷。伊相信上帝是信实的，当然嘛提到着投机的人已经失去了因对上帝的忠实。以赛亚先知也提到着以色列人的罪，因为因背离家己的信仰，对伫敬拜上帝的事因无忠实。以赛亚书安尼讲，受掠倒转来的人，拢要快乐欢喜；西方的人要报道上主的伟大，东方的人拢要上赞伊，住伫沿海的人要学乐上主。以色列的上帝对世界遥远的角落。咱听见俄勒公义的国以色列的歌声，但是我害啊！背信的人继续背信，因的行为可怕到极点。这也互咱想到伫约拿书第2章第9节，约拿先知的祈祷讲。但是我要学乐你，我要用你来献上圣祭，来行一切所下的愿。救恩只有对上主来。但是咱看见约拿却是对伫外邦尼尼微人得救非常的无欢喜。实际上来看，先知约拿并无照伊的祈祷。将所下的愿，圣经讲，但是我要学乐你，我要用你献上圣祭，来行一切所下的愿。这是伫约拿书第4章的记载，充满着上帝对伫约拿中间的这个对话。约拿对上帝的埋怨、受气，甚至不满，就好那亲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同款。因虽然军队摩西学习认捌上帝来敬拜上帝，但是因却伫这个西奈山的下面选择回头去找因旧的爱情。就是迄个金牛仔的敬拜，就好那亲像《使徒行传》第5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咱看见着阿那利亚甲伊的太太撒菲拉，这对夫妇因决志要奉献，却违反、欺骗。无忠实的结果，当然是失去了性命的保守。以赛亚警告以色列人讲，
地上徛起的人民啊，有恐怖陷阱落网咧等恁，逃过恐怖的人会搬倒去陷阱的中间。爬出陷阱的人会去互落网套掉的。天落大雨，地会军机摇动，地要离开，粉碎崩离，大地要震动，亲像酒醉的人东倒西歪，亲像风台伫即个草厝啊会摇落摇落。世界因为罪来坠落，来崩盘，来破碎，永远袂话阁徛起来。上主处罚的时间已经到啊！伊要处罚天界的掌权者，甲地上的统治者。伊要将君王亲像揪仇共款来隆重甲集做伙，赶入去地牢。伊要将因关伫遐，一直到迄个处罚的时间来临到。月娘要变成做乌的，日头嘛要黯然无光。因为上帝万军的统帅伫耶路撒冷，伫锡安的山顶掌权。民间的领袖拢要看见伊的荣耀。咱知影基督徒或者是犹太选民，拢是上帝的仆人，就是这个世界的管家。咱应当成做一个忠实的仆人。耶稣基督伫路加福音12章41节到48节，讲到譬如是有关忠心可靠的仆人，佮另外一位是一个无忠实的仆人。圣经提醒咱，基督徒应该爱成做一个忠实的仆人，互世界称咱做好佮真忠的仆人，互上帝也称咱是好佮真忠的仆人。咱伫什么款的实情顶悬来表现咱的忠心呢？咱来想看卖啦吼。有几项代志，咱检测会当来做伙思考的，像无伫圣殿内底南山来，亲像啉食轻看上帝的殿咱需要随手来关灯节约，做好本色的回收，也是分类。对伫疼世界、地球的环境来做起，做代志有头有尾，忠心上帝所托的代志，愿意承担责任。如果每一个人受号召，领受每一个人无同款的职务、宣誓、就任，都有伊应该爱尽的责任。但要安怎来尽心尽力，来成做一个忠实的仆人，持守基督徒的本分，温群参加聚会，较济会读圣经，常常祈祷，守奉献的约，准时礼拜，确实的执行教会预算，等等这的代志。诗篇11篇，上主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安怎对我讲？你着亲像鸟飞去山内，看歹人张经，安因的钱伫经现，
要暗中写心正直的人，地基放弃，义人拢还会当做甚物呢？上主伫伊的圣殿，上主的宝座伫天呢，伊的目睭在看，紧紧在监察世间人。上主考验义人、歹人，甲爱强迫的人，伊验恶。伊互得到的火炭降临伫歹人身上，用火焰、硫磺甲炎热的风做因应受的报应。上主公义，伊爱公义，正直的人也会看到伊的面。恳求上帝帮助阮学习信息的实践，阮的信仰。对伫生活中间，对伫服侍中间，表明阮是上帝忠实的仆人，迎神益人。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